花莲小林乡的阿尼新城山矿区，这山架伫咧2019年大地震就捌崩过，4月初3大地震了后是崩过较严重。居民即马也伫咧烦恼讲，若准大雨一个来，会造成水崩山冲向部落。阿尼是讲，因会赶紧来处理。另外，要去到大坝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，昨夜因为落大雨，有一寡所在放弃，早起有清出一条小路啊，要上山的民众爱特别细致。清脆的山坪中留一撮土石崩塌的云。花莲秀林乡富社村的阿尼新城山矿区，车上因为强烈地震出现大面积崩塌，23过2届规模6以上的地震了后，佫有大水雨，佫加后续有黄霜雨季，互住伫矿区下骹居民烦恼土石会影响部落。梅雨季节快到了，04、03的影响，地震的影响之下，如果开始100多公吨或是200多公吨的石头掉下来的话，我想一定是跳跃式的，一定会掉到哪里去，我们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这样看，石林是比我们这边还要更接近，还更危险呐。石头一直放落来，引起安全的疑虑。25透早，部落居民伫阿尼人员的陪伴，准备去部落顶悬的矿区确认采访。安尼人员带居民去矿区确认土石放落来离部落偌远，目前无立刻的危险。听候地震告一段落了后，安尼承诺要分做第2期甲长期进行开采整地计划。采矿的方式是阶段式的，采完然后是内凹的地形，这样去开采，就是让这个内凹还可以当一个缓冲空间，不管是下大雨或者是落石，这内凹的地形会更安全。大水雨毋若雨，强烈地震了后，花莲山区土石崩塌，通往大坝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5.2公里的所在，3月早发生大面积崩塌，前日间又搁崩落来，致使车无法度通过。经过工作站人员赶工清理，早起已经清出会当行的细条路，所管处嘛提醒山友爱小心通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